老爷，老爷，父爱如山，您才是人间第一凤。老爷起了。起了。得须当户部。饭前弄来的银子得用在赈灾上。哦。都散了吧。老爷不进宫去看范闲，也不让我去，看来对的。那肯定对。人在后宫就得多考虑一些。确实不合适。想明白就好。怎么了？是头发乱了？这发冠换个颜色吧。什么颜色不颜色的？怎么我打了一个盹起来，都如此的古怪？什么情况啊？我们都听说了。听说什么了？哎呀，想了。哎呀，老爷。范闲的亲娘是不是叶青梅？你怎么知道？那就是真的了。此事事关重大，切莫传扬。可这传闻街头巷尾都传遍了。怎会如此呢？不仅如此，还有什么？范闲是不是陛下的孩子？这事儿也传遍了。真不是老爷您的错，陛下荒唐了。府内交代下去，以后再听到这类传闻，全当谣言处理。那当然，实在不行，我做人证，大不了说范闲是我生的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老爷，发冠还是换个颜色吧。姑姑，您这真是准备回信阳吗？那我还能去哪？我看这都要搬空了啊。舍不得啊？那倒没有。姑姑，这名册与账本本身就是我们共有的，里面的内容但凡泄露一点，与敌国走私这罪名都算是轻的了。姑姑会害自己吗？那当然不会，安全第一嘛。就是因为京都太危险了，所以这些呢要姑姑替你保管。都到这局面了，姑姑还不信任我？我若是信不过你，我偷偷就搬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两本我要留着。殿下，我有要事禀报。姑姑慢走，姑姑常来，我还有事儿，不送了。等一下。叔，给姑姑路上解个闷儿。说，殿下不太对，城内传闻四起。什么传闻？街头巷尾都在议论，说范闲生母就是当年的叶青梅。叶青梅，范建和叶青梅，难怪内府会传给范闲。不是范建，范闲是陛下的儿子。这种街头传闻你也敢信？这消息传遍街头，监察院没解释没阻拦，若是假的，早该抓人了。殿下，没反应就是真的。难怪我早说过我们像。都给我停下！再说一遍，他是谁儿子？陛下，我说他娘。是叶青梅。
你跟我进来。有人擅闯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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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站
站住！站住！监察院既有重地，你一个户部的闯进来作甚？说了吧。范闲身世，满城皆知。我知道，你知道有什么用？如何收场？还有，这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京都，动作之快，匪夷所思。得查，除了监察院，还有谁能做到这？是你们。准确的讲，应该到午时之后，消息才可以传遍京都。陛下的意思？这种事只有陛下点头。为什么？范闲舍身救驾，陛下感动，那就把他往绝路推。臣子变皇子，那是升迁。范闲身世藏这么多年，不就是为了他安全吗？叶青梅这3个字代表什么？有多少人爱他，就有多少人在恨他。仇恨这东西，一旦染上，就不会褪色。我知道。我知道。不要他死！公主，冷静。我很冷静。叶青梅的儿子必须要死，怪不得要把内骨交给他，这是要物归原主呀。以范闲如今的身份，陛下不会允许有人杀他的。可这是陛下欠我的。这么多年，陛下需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，他不方便做的事情是我在去做，他不愿意查的人是我在帮他查，是我，不是别人。我为陛下尽心尽力，就算他要我赶出京都，我也如他所愿。姑姑，这还没有完。就算我人不在京都，我依旧是陛下手中的利刃。他想飞翔，我就要袁宏道配合他。飞翔不是姑姑的意思。我为什么要飞翔？我和那个姓林的早就两清，是他想飞翔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让袁宏道在姓林的身边那么多年。是我这么多年，陛下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可是他现在依然要那个女人的儿子把内骨从我手中夺走。没有这次，我不管陛下怎么想，我就是要范闲死。范闲在宫里，你想怎么杀他？是我的广信宫吗？是啊。我的广信宫，范闲住着，把我轰走了，他却住了进去。等等，等等。其
实换个角度想，以范闲现在的身份，最慌的应该是太子。我要他死。禀告殿下，皇后驾到。你们这帮传话，为何不早禀报？是我不让他们声张，怎么不欢迎我来看你吗？母后，儿臣恭迎母后。都下去吧。哎，别关门，母后怕黑。母后许久未出寝宫，是不是这次慌了？范闲的事儿你听说了吗？我正要去找您呢。范闲掌控内库，又入主监察院，他现在的权势地位更顺理成章。如若传闻是真，你怎能安心？先不说是真是假，即便是真也没什么呀。我跟二哥争，是因为二哥在抢他不该抢的东西。若范闲也是皇子，他姓范，即便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是我兄弟，他只要姓范，他就没有权利跟我争。私生血脉不入宗室，母后，就他的血脉，最多只能算内库和监察院的大权，不能落入旁人之手。那我更应该跟他一路了呀。他恨二哥，我也恨，这不天生盟友吗？如果我想范闲死呢？就是因为他的父皇血脉。因为他是叶青梅的儿子。这叶青梅不早都死了吗？这宫中嫔妃颇多，也不差这一两个吧？母后，叶青梅因我而死。叶青梅的死，虽然没人再提，但是我多少知道些。她当年不是死在皇后一族手里吗？皇后一族也因此遭到屠戮。那我们就等皇后出手，冷眼旁观不好吗？皇后的心机和手段，我都佩服。可唯有这件事指望不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有自己在乎的人。你没有。我有。叶青梅。我要叶青梅的儿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也就是说，杀叶青梅是您的族人所为，并非您亲自杀她。没错。那当年的族人都被他们残杀殆尽了，一夜之间，全族尽灭。那这事就算是过去了呀。过去了。那一夜，黑旗满城搜捕，甚至杀进皇宫，闯入寝殿。我想拦着，但是没用。他们在我面前撞翻灯火，让宫女遮住我的双眼，只有至亲临死的哀嚎在我耳边回响。灯火俱灭，乌云遮月，哪怕天那么黑，哪怕我的双眼被遮，但我还是看得见，全都是血，到处都是血。你觉得
这些都过去了吗？那杀他，不是您亲自下的命令吗？重要吗？那这事儿就等于跟您没关系啊。对了，知道这件事的人应该不多吧？很少。那就更安全了。行凶者死了，往事烟消云散，那我完全可以跟范闲同仇敌忾，一起对付二哥了。凶手已死，烟消云散。可他们是我的家人，也是你的家人。可若是范闲发现了此事，和我反目成仇了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呀？母后，要不然您去跟范闲认个错。您看啊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而且行凶者已经付出了生命，那既不是您杀的人，又不是您下的令。如果我们那摊开了，给范闲认个错，这事儿不就等于过去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让我给他认错？哦，儿臣知罪。死了那么多家人，儿臣也是悲痛万分的。那二哥虎视眈眈的，正盯着儿臣。太子之位摇摇欲坠，我找范闲，让他助我一臂之力，我也是走投无路了，母后。好，你相信我，有朝一日，如果真的到了那天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范闲的，为咱们家人报仇。不是您从小教育我，说成大事者必须忍字当先吗？你说的全对，我很欣慰。原来你才是最像他的那一个。母后，儿臣这些话也只能讲与您听，因为儿臣是您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。好，你想要的都如你愿。别一直磕了吧，不合适。再合适不过了，你可救了他的命。那也没必要磕这么重吧。没事儿，他自己愿意。自从你救了他，程平天天提起你呢。对了，你伤口还疼吗？啊，没事了。哎，晕了。没事，
歇会儿还能磕。这婉儿和若若呢？怎么没见呀？啊，若若啊，让太医拉去教医术了。你可真行，这开膛破肚那本事，这你也传出去？医术本就是救人。那婉儿呢？回家取些衣服啊，我想着啊，还要在这儿住一些时间，顺便把轮椅也带来。轮椅家里也有。之前装病的时候，陈院长送的。传闻是真的，我不知道。若是真的，那程平跟你的关系就更近了一些。我真不知道。我想让程平拜你为师。要不等他醒了，问问他自个儿的意思。该喝药了。哎，没事，这事我能做主。啊，要不还是现在喝了吧。干嘛非得下毒啊？这宫里怎么还能下毒呢？这，怎么是你啊？宫点被贬，我临时顶一下，你安心养伤。刺客我来打。今儿可不止这两个，动手行刺的都是在广兴宫行走多年的熟人作案。我会把广兴宫的人彻底换一遍，行刺的事情也会告知父皇，定会给你个交代。多谢。要不要叫太医？啊？没事，他这还没磕完呢。我这边的情况您也看见了，三殿下跟我走的先，会更危险。你看啊，现在这朝堂上上下下，唯一能保护他的就只有你了。不用接着磕了吧？拜师心一定要诚，我们俩说好的，磕晕了算。刚才已经晕了，这不是醒了吗？醒了就不能算。您就不心疼自己儿子？为母则刚，再使点劲儿，我没听见响。陛下口谕，京都的人太多了，鱼龙混杂，是该筛一筛了。麻烦一问，怎么个筛法？请二殿下仔仔细细查一查府内上下是否有不该在京的人，若有，便立刻遣送离京。那还用筛吗？直接点我的名儿不就得了？公公放心，我一定认真筛查。口谕一传，老奴告辞了。公公好走，赶快让他走吧。公公，杀范闲可不是儿戏啊！不是我杀的。广兴宫动手那些都是跟随你多年的，虽然审完都说自发，没人信啊。我会蠢到用那些宫女太监吗？再说我知道范闲是学毒的，我还对他用毒？那会是谁？我是疯，又不是蠢。你意思是皇后指使的？这事儿不对啊！皇后杀人怎么如此儿戏？不好猜，我也懒得猜。姑姑，
如今陛下逼你回信阳，打算如何应对啊？范闲要接手内库，必须要掌控3大坊，他一定会去江南。京都不好动手，可江南是个好地方。也不好说，虽然没了武功，身边护卫也不会少。叶流云在江南，怎么？大宗师会帮姑姑杀人？你猜？姑姑，你我联盟这么久，到底对我藏了多少秘密啊？姑姑这是打算亲自去江南等范闲？姑姑今日便乖乖的回信阳。范闲若在江南发生任何事，都跟姑姑没有关系。你好自为之吧，我今日便离京。那就不送了。我也再试试，如果能够在京都杀范闲，就不辛苦姑姑了。怎么杀？你要进宫？我也不蠢。姨娘，不用再装了，这些就够了。休养几天，很快就回来了。这可说不准。婉儿，范闲身世的传闻你该听说了吧？听说了。你说他会不会就此留在宫里不回来了？他一定会回来。你意思是，他身世传闻是假的？真假我不知道，但其实也没那么重要。傻孩子，这怎么能不重要呢？大婚时，我们是在范府拜的父母高堂，他姓范这件事不会变。你怎么知道？他跟你说过？不用说，我了解范闲，他一定会这么选。这孩子运气真好，能娶到你。是我运气好，才能遇见他。吁！怎么突然停车？这二表哥，是范闲他们杀的你二哥林国。你二哥死之前，范闲便知道罗兰街刺杀的真相，他骗了所有人。请下车。灵儿也知道。你若不信，可以叫灵儿来当面对质，便知真假。你何时知道的消息？有段时间了。大婚之前你却不说。受人之托，况且那时候说没有任何用。你只不过是想借刀杀人罢了。至亲之仇，你不报吗？婉儿，你忘了吗？你姓林。停车！吁！这。老师这字真好看。倒也不用硬夸。哦，谨遵老师教诲。不用这么多礼数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怎能不敬？背篓都乱。话说回来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可教你的。你为人处事也有自己的习惯。我娘说了，从今以后，老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绝无二话。那辛苦你，这封信帮我送到检察院。
我去。不让我去？我听说监察院一天到晚血流成河，是真的吗？怕就还回来。不，我听老师的。到了监察院啊，跟他们说，这封信寄往北齐，给北齐哪一位？海棠朵朵。老师，我懂了。你懂什么了？我一定好好保护这封信。你是不是误会什么？我现在就去。不用，这么晚了，明天再说。老师，我先走了，您放心，一定完成嘱托。去。师母晚了，我先告辞了。完成什么嘱托？托监察院寄信给海棠朵朵。写了什么？苦荷大师有个功法叫天一道心法，据说可以重塑根骨。想想法子，看什么条件可以交换过来，总不能一直当个废人。听说那功法，苦荷从未外传。总得试试啊。你刀不要藏在袖子里，容易伤到手。其实，你跟朵朵姑娘写信，不用告诉我。但是你问我了，我就得说呀。是吗？我答应过你的，绝不骗你。婉儿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我二哥遇害前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是他策划的牛兰杰刺杀？那天在醉仙居跟司丽丽在一起的人是谁？那人是林府的二公子林果。是。那杀他的是不是你？不是我。你知道凶手是谁？我杀了林果。谁给你的权利杀的？是小姐给的权利。知道。是不是你身边人？是我哥要杀你，你还手理所应当。从道理讲，你没有错。可是活在这个世上，不是只有道理就够了。那是我哥，我从小染病，没法出门，是他一次次进宫来陪我。想着法儿的哄我高兴，你明白吗？从道理上我不该恨你，可是我做不到。我明白，人
人总是有情感的。为什么不骗我？为什么不骗我一辈子？只要你说，只要你骗我的话，我就会相信。我只信你说的，再多的证据摆在我的面前，我都不会相信。我假装看不见。你为什么不骗我一辈子啊？对不起。只要是有人在，就留有余地，不是吗？叶灵儿之所以留在京都，是因为和老二的婚约。您从赐婚那天就想到今天了，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啊？降空庙朕腹背受敌，你放下了朕，去救老三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当时那一剑，臣要是不挡，三殿下可必死。那在你的眼里，朕的命还不如老三？前有剑，后有刀，臣只能挡一个。当时看来，那一剑威胁更大，救三殿下，只不过是顺势而为。你完全可以拿老三当挡箭牌啊，你就不至于受伤吗？事发突然，臣来不及想那么多，只想着挡箭救人。你好生歇息，等你好一些，朕带你去一个你想去的地方。在信阳，我就在想，怎么突然要给你赐婚？原来是把你当做皇族和叶家的天头了。按作用来讲，这应该算是和亲吧。要不姑姑，我给你添点嫁妆。姑姑，咱们是同盟。你都一败涂地了，我跟个废物同什么盟？您现在不还住在我这儿呢吗？你杀了我，出口恶气。哟，咱们可不能真疯。想想你自己，婚约便是盟约，叶家被贬，你也会被拖下水。他们一天不回京都，你中皇位的前景就一片暗淡。不过还有一条路可以走。还有路吗？有啊，杀了叶灵儿，斩断与叶家一切的关系，和他们一刀两断。李安，去趟叶家，转告叶灵儿，婚约既成，休戚与共，终有一日我会让他叶家重返京都。姑姑啊，我觉得雪中送炭好过锦上添花，况且此刻叶家需要依靠。你杀了叶灵儿，岂不更干净？不然叶家出事儿，你也跟着完蛋。叶流云还在，叶家不会垮。好吧，无聊。劳烦问一句了，姑姑，方才您是真的想帮我吗？我就是想看血流成河。那让姑姑失望了。我现在就启程回信阳。这么突然？无戏可看，待着干嘛？
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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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如山，您才是人间第一凤。老爷起了。起了。得去趟户部，饭前弄来的银子得用在赈灾上。哦。都散了吧。老爷不进宫去看范闲，也不让我去，看来对的。那肯定对。人在后宫就得多考虑一些。确实不合适。想明白就好。怎么了？是头发乱了？这发冠换个颜色吧。什么颜色不颜色的？怎么我打了一个盹起来，都如此的古怪？什么情况啊？我们都听说了。听说什么了？想了，哎呀，老爷，范闲的亲娘是不是叶青梅？你怎么知道？那就是真的了。此事事关重大，切莫传扬。可这传闻街头巷尾都传遍了。怎会如此呢？不仅如此，还有什么？范闲是不是陛下的